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中美贸易战，中国代表态度落软，愿意谈判，川普认为是甲关税吊悬的成果。南海公路因为风太大阵雨，摩天路段出来逼起，出现大逼坑。伫南投仁爱乡建设科的科长，也因为专心伫咧救灾，互发现的时阵已经倒伫碰椅过身真久啊。新闻一开始，做伙来关心中美贸易战的问题。美国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伫重庆出席一场会议的时阵，伊也讲中美贸易战互双方拢来饲插落魄，中国愿意甲美国冷静谈判解决争议。也对着这款讲法，美国总统川普也讲，这就是小连锁甲关税吊悬这个作用发生啊。So very big things are happening with China. You probably read the breaking news a little while ago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They just came out and they want calm. 顶礼拜也就是 G7 高峰会开幕进前，美中双方互相来调悬进口关税，造成拜六进前的欧美股市大落。伫六开盘的亚洲股市也是一度一直落的情形，画面上拢是青。也过随后传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席经济幕僚刘鹤到四川重庆出席会议时讲，美中贸易战的造成两败俱伤，所以中国方面愿意甲美国来透过冷静的谈判解决争议。We were called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very shortly to negotiate.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lose their change. 第六拜六前后，欧美亚洲股市大落。采访 G7 峰会记者问川普，是不是认为贸易战是罪魁祸首？川普除了强调美国经济基本面看好，也个考试者的采访峰会记者。And you people want a recession because you think maybe that's the way to get Trump out. Maybe that's the way we get him out. But I don't even think that would work. 川普也伫同一场合讲，对着甲中国拍贸易战，伊随时拢有无同的想法。外界解读是川普后悔拍这场贸易战。也毋过除了川普讲，家己对每一件代志拢有无同的想法以外，白宫也发表声明强调，川普唯一可能后悔是对中国调悬关税幅度伤税，拍贸易战的出手无够大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美贸易战是愈战愈烈，在今仔日国内的金融投资市场也受到影响。盘中也险要跋到200点，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也是开价走价，早盘一开始就跋卖超过1角。学者认为讲，中美贸易战影响到全世界经济，拢是规个来变歹。不过台湾的优势就是内部需求有增加，国内转单转到台湾，并且阁是台商来回流。在今年经济成长率若是要来保持，也阁有希望的。美中贸易战局势恶化，冲击到美股4大指数，总共落超过2%。8月26台股打开盘就跳水，豪子电视壁面顶规片青笋笋，散户嘛拢伫哀哀叫，盘中阁落到要200点，上加来到10340点。啊，毋过美中双方可能阁重新启动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台股上尾收伫10354点，落183点，成交量1152亿。我觉得还不会反弹啦，因为两个真的在打架了啦。谁赢谁输还不晓得啦，就小心观望为主啦，少做为妙啦。亚洲股汇市场差不多全倒，新台币换美金的表现嘛无好，汇率开价走价，早盘时阵阁落到31.515块，落超过1角，尾盘收伫咧31.451块，落4.9分，成交量是10.09亿美金。财经学者分析，美中贸易战有可能会变做大头战的几率，可能会冲击到台湾的出口表现，啊，毋过对台湾的经济影响有限。两大经济体又会陷入焦土战的疑虑，心理层面影响比较大。各位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就可以了解，外加增5%那个部分没有各位想象那么大。
所以台湾在全年经济成长率维持2%，甚至2.2%，其实都可以期待。台股面对着贸易战利空的冲击，同款嘛是国安基金主委的行政医副院长陈其迈，早起开盘之前，就甲财政部会首长交换意见，会来密切观察台股还有汇市的走势。强调讲，若是出现台股信心崩盘，还是金融系司等等，才会召开临时委员会讨论入场护盘的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政治的消息。总统蔡英文甲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为着台湾价值的问题，互相伫咧呛声。台北市长郭文哲是小连续2天，爱总统蔡英文讲清楚着台湾价值。蔡英文也回应讲，自反对一国两制、甲支持香港反送中，以及着捍卫民主自由，到4年来政绩，拢是伫咧实现台湾价值。2020大选白赢甲绿营一直相战，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佮指名总统蔡英文，除了爱伊交国政考官，而且佮要求蔡英文讲清楚，什么是台湾价值。蔡英文在当选当天晚上说，他只要他当总统的，没有人必须因为他的认同而道歉。2年后你问我什么叫台湾价值，然后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我要你回答。我是在实践我的台湾价值，比如说我对1国2制台湾方案的回应，我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态度，还有我担任总统以来对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生活的方式的捍卫。为着台湾的价值，蔡郭2个人透过媒体来对写。另外一边，过关王3个人想要结盟合作。除了郭文哲真大方借人和郭台铭阵营，佮传出讲郭台铭要找送命的大师来算，结果抽到乌托啊死，互伊决定要伫9月份的时阵来登记联署参选2020总统大选。郭先生应该要忌讳的，就是说不要太过于冲动，然后呢，要能够展现他雄心万丈的勇气。初选的这个结果或者未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预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99分的努力加上1分的信仰。2020过关王到要结盟，冲击到哪里的选情？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讲伫大学的时阵，哪读册哪食头路，去有人质疑讲伫讲白菜，佮讲伊读的是夜间部，互韩国瑜去甲学历证明抛出来，佮讲伊要提告这寡人。我是东吴大学日间部毕业，晚上半工半读去读书，就把文凭给拿出来。那我们跟律师商量，也准备提出法律诉讼，准备提告。因为我觉得抹黑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把爱与包容逼到悬崖旁边，没有办法再退了。韩国瑜强调讲，家己嘛无想要行到这步，啊，毋过台湾民主自由是真珍贵，是大家一定拢爱遵守规定，毋是会使凊彩呢乌白纸甲白白布捏做乌。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在今仔日拜会社民党，针对着第三势力要来讲合作的问题，而且进行会谈了后，因提出了改革后台路线。徐永明也强调讲，改革后台甲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是无冲突的，不过要呼吁着民进党爱推动修宪，或者的小党有机会入国会。亲戚阿秀徐永明21号接任时代力量党主席，2日就拜会社民党，针对第三势力合作新模式进行会谈。会后共同提出改革后台路线，也呼吁民进党推动修宪，让小党有机会取得国会席次。我想透过便当会讨论的方式，提出一个新的合作的模式，从政策甚至从宪改出发，希望真的趁这次选举，趁大家对于台湾有急迫感的时候，不只要抗中保台，更要革新护台。在选战越来越迫近的这个当下呢，有机会能够让台湾最进步的声音进入国会我想以后应该也有很多并肩作战的机会啦。徐永明强调，伊相信总统蔡英文的连任成功，会争取甲民进党合作的可能性。也不过要争取时代力量支持民进党，且推动修宪。伊有时代力量已经伫淡水上山这选区，家己推出人选，甲民进党来相拼。外界也好奇，双方是不是要有合作这个空间？等到未来这个具体主张都比较清楚，甚至说一些选区协调跟合作的一些架构跟方案都确定之后，我们再来谈会比较合适。
虽然林辉鹏讲方案确定了才讲，不过民进党强调，甲时代力量合作上，两党无分裂的本钱，即阵已经有通电话，希望两党主席最近能顺利会面。详细来讲，选区协调的部分，离时代力量讲，包含绿党、大连这政党，未来拢会找机会来请教，寻求合作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在昨暗的时阵，香港警方头摆正正来开枪啊！一前拢是用像零枪指的现警。在昨暗的时阵，民众伫咧游行结束了后，转去援港，而且也手提铁棍、木棍，甲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香港警方也对天开枪来警告。不过，民主派议员也批评讲，安尼做只是互香港民众更加愤怒而已。民众摕着雨伞伫咧警察，另外一边摕着警棍盾牌的警方是面对摕着棍仔的穿乌衫的示威者对阵而来。一时间，示威者全数拢向前冲，而伫这混乱的场面中，雄雄听到枪声。枪声了后，示威民众回头走向后壁，警方摕着底枪对着示威者，其中一个中年的查甫人跪伫涂骹讲莫开枪，就是互警察大力踢落去。警察继续摕着底枪来对向民众。香港警方随即在透早开记者会说明，伫荃湾这是对天开枪事件，而且受到步兵攻击，使用武力是必须要甲合理的。警方是真勇敢，而这是反送中运动中香港警察所开的真实的头一枪。另外加上迄天下晡港府也开出水炮車，民主派議員舉行記者會來批評這款嘅執法。我哋見到佢嘅咧就係出水炮車，喺冇需要底下係攞槍出嚟，甚至開咗槍。呢個就係林鄭嘅回應，簡直係令香港所有人咧係憤怒嘅。民主派議員也認為，民間堅持五大訴求，特首林鄭月娥若是無面對軍隊，就算推動這個協調嘅平台也未成功。而家我哋係冇分歧嘅，我哋嘅社會並冇分歧，咁一定係拖時間嘅。二日下晡3點外，警方登來現場，封鎖這個沙樹島來找槍支。結果在下晡4點，再舉行記者會，講開槍都是因為示威者威脅到警察的人身安全。Our officer fell down, but rioters still charged him brutally. Our officers' lives were in great danger. One officer fired a warning shot into the air. No one was hit. 不管警方开枪，早起在湾仔税务大楼，网友发起争做行动，也有人摕着牌啊，呼吁警方：我缴税啊，你敢袂使卖开枪嘞？而这一枪也和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讲，北京已经做好武力镇压准备，甲进行部分有一共款，认为中共可能以10月1號建國70年活動，正做期限，伫進程來平息香港的示威。記者綜合報道。雖然講風颱北陸已經走啊，不過在台東地區受到大雨影響，在南海公路摩天路段絕對路中央出現一條壁船，大約是20公分寬。這條公路自破那個風災了後，見擺落大雨就見擺崩，互居民是未定靜。關山路段也已經在咧搶修，按算在明仔下晡的時陣會修理好勢。南海公路顶面一条差不多20公分宽的壁船对车路中划过去，深度有80公分深。顶礼拜六北陆风台为台东带来强烈的超大水库，台东关摩天岭的居民礼拜暗时10点伫咧河口看到这条壁船，对大雨愈来愈深，壁船嘛愈来愈大，好在地居民拢真惊。蛮提心吊胆的啦，因为一直垮，也造成我们生活不方便啦。从八号水灾就那个路基塌陷嘛，有台风大雨的话，它就会垮。我们期待政府可以帮忙加强它的建设啦。这条壁船出现伫南海公路东段168公里摩天段的路面，居民指出，目前路面阁有一小块会通通行。这段南海公路由长寸段对不落去的风灾了后，地基崩塌，抢修了后，若遇到风台大雨，嘛是会再次崩塌。另外，受风台影响到的，阁有南海向阳到离岛，有几个路段土石未在，崩塌中段。公路总局关山干部段已经派员抢修。因为路基都还在哈，它路面有一些开裂，那我明天就会把它做一个抛除，然后重新回填及配料的这个动作，大概1天
就可以把那个路修顺。关山干部段表示，拜一尾暗暝会当先抢修出一条暂时的车道，会搁再加强摩天段的地面吞路作业。按算拜二下晡5点进前会当畅通。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风台已经走啊，日后的收煞是上界痛苦的。在台东的山里，伫咧做大水，有一寡叉机也冲到出海口，也因为这个西南气流也将这个叉机降入去富冈渔港，规个港口拢是漂流木。大水查，船啊是袂得出入，游客行程也受影响。不过，因拢改坐无人机，是规个机场是踢甲目睭睭。受到风台了后西南气流的影响，造成山区有真侪大水查起风强落来，对海流流入去台东县的富冈渔港，规个港区拢去互查塌掉咧，渔民袂当出海作业，影响到生活。农民讲损失，还佫有政府补助，渔民厝安尼要政府敢有咧补助无？停伫咧富冈港往回绿岛的客轮，嘛去互大水查围掉咧，袂顶袂动。真侪要去绿岛的游客行程临时去互取消，游览车要去绿岛的游客，干乃当坐港区一连就来离开。客轮业者紧急搭告示牌，取消8月2日归港台东往回绿岛的航班。没想到遇到这种情况，结果就只能回家，不然怎么办？昨天还说可以啊，今天说不行了。这边钓船游客想要改坐飞行机，结果去机场了后，所发现真侪人伫排补位，更较无奈。今天我看很难补上。渔港叫大水查塌掉咧的代志，20年之前无6级风台嘛捌发生过。渔民怨讲县政府无做防范措施，县政府表示会伫2天内派机械甲航道清出来，互船会当行。已经有88风灾的案例了哈，应该都能够赶快的来防范。这个是看整个大环境了，我们预计在最慢在2天时间内，港区的部分会做处理。受到富冈港大水查塌掉咧影响，初步估计超有2000外游客无法度去绿岛。毋过往回南市的客轮会拄南市驶去成功渔港来接运旅客，这2天车民众就爱密切注意船帮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不过一开始是一个真不幸的消息，在南投真海乡建设区县长的科长，在今日透早时阵，互同事发现讲，伊倒伫办公室的碰椅，而且也已经无开始啊。经销单位赶到现场，也认定讲伊过身真久。另外，乡长吴文忠也表示讲，这位风台科长对24迄天成立应变中心，就一直咧提名。不过，伊敢是过劳，搁爱调查。仁爱乡公所内面气氛真沉重，几天的大雨总算停落来，南投仁爱山区恢复平静。但是负责在首项地方基础建设科县长的科长，2日早起被发现倒伫咧办公室的碰椅已经无喘气。是非常的辛劳，看这几天的状况。对勘灾的相片看到张科长清查轻便，只要公所的勘灾也是在收工停，一定会亲身去到现场。主管伫公所服务3单外，今年6月才升做科长，但是自今年每号季开始到6月的超大水雨，以及8月中这波西南风刷地风台过来，山区不是崩塌就是水崩山，建设区的业务嘛增加不少。上个礼拜知道台风要来，他就一直在这边守住。我们仁爱乡已经下了1个礼拜的雨哈，那也造成我们多处的地方都有灾害哈。那这段期间哈，那科长也是都是很忙碌的到现场去会勘。公所的同仁表示，张科长第23暗就伫公所提名，24早起8点开设2级灾害应变中心了后，暗时和乡长等干部留守，25早起8点改拄2级开设，期间有感觉胸坎杂，嘛是继续处理公务。就是2日被发现无喘气啊！建设科除了负责向道和道路的维护，若是风灾要来，除了畅通道路，搁爱通报工务单和开口客户厂商，公所道路部队嘛爱协助工务单畅通，业务会当讲真重。当然，我们自己当主管还是会比较放不下心，虽然不是自己轮值，但是还是可能心都还是会在工作上了，甚至人也不敢离开办公室。负责保理和仁爱的工务团团长表示，虽然刷几日天的大水雨，佮再加上风台的影响，工作量增加真济，嘛必须要和公所互相配合。规工当日在收畅通拢真普遍。虽然张科长希望原因搁爱厘清，但是公单位的辛苦对这嘛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钱银三不变，爱安怎做就爱看伊家己的表现。伫台中市双十国中设立的校长，和国立位家长会长指控讲，伊在3年前就四界共借钱，到单也欠要超过6000万，受害者是超过30个，已经组成自救会要来拍官司。教育局也表示讲，自这件代志逼出来了后，下晡就用着无爱影响到校务运作做理由，这个校长也决定要死头路啊。家长期甲本票提出来，云林北新国小前家长会长出面指控台中市双十国中设立的校长当初是该借280万。虽然大概拢有开本票，还有支票，毋过煞拢跳票，落尾要找人的时阵，煞拢联络袂到。伊表示真歹接受。从事教育工作者，早互咱伫社会人看的是一个足崇高、足崇尚的迄个职业啊。讲我会知伊弄即种若袂输诈骗的手段来欺骗阮即种家长啊。刘先生讲，真正是透过学校的活动，才甲一个设立的校长来熟悉。毋过校长利用职务的便利，四界甲人借钱，金额都10万块到10百万不等。目前估计受害者超过30个，大部分拢是中部国校的家长会长，或者是熟悉的家长会成员。目前跳票的金额总共要6000万。有很多也是家长会的会长，来借他钱，但是一般的家长会会长会觉得说，既然校长都这样子，他还想说息事宁人。设立的校长无愿意对我来回应，毋过教育部接到投诉，嘛甲设立的校长来初步了解。校长表示，是因为爸爸进前做生意失败，欠真侪钱，表示讲生活压力真大。毋过希望各会当予伊一寡时间来处理，会偷偷还钱。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会开行政会议来讨论。如果说我们查出来是因为其他的这个不正当的理由所构成的这个负债，那当然我们会进一步这些不正当的理由，我们去加以做一些查处哈。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设立的校长借钱的关系算是私人的行为，无达成确定违反公务员听改相关法规，敢是有无适任的问题，该讨论。毋过伊个人嘛表明，为着避免影响校务运作，已经甲校长撕掉。教育局会等设立的校长正式提出申请了后，才依法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高雄捷运冷清清，敢真正的？虽然讲高雄捷运通车已经超过10年啊，是愈来愈侪人伫咧坐，却毋过这个捷运的地下轨是店家拢无趁到钱。有真侪民众发现讲，真侪店头拢无开，感觉真冷清。高雄捷运也解释讲，在今年空间受分化。店面是对130几间增加到170几间，大约有80%个拢已经租出去啊。来到高雄捷运美丽岛站，真有名的光之宫顶下边来了真侪游客，但是行对外围的商店街，所发现店家拢无开，比较空了一点，对，比较冷清。坐过台北高雄捷运的民众讲，比起来高雄捷运地下街的店家减真济，开店的嘛无介济。按过高雄捷运回应讲，是资本备用是和无人银行顶开迄变经做商店，空间分化到174间，才会将出租比例扭价到85%，但是整体来讲并无算低。所谓的群聚嘛，人讲到期嘛。你有到期一定是较有人潮的啊。目前的商店的总数呢是来到了174家，那出租率维持在85%以上，也算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出租率。除了招租率低，某店家跳出来指控高雄捷运有关租金，将每个月8000块的店租起到75000，让因无法度负担，只好离开。小间的是9000，大间的12000，那大间的目前要涨到1个月10万。小间的我们的部分要涨到7万5，那我们是手做的部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高雄捷运回应讲，店家使用的空间是备用室，10档前租借敢若收8000块的管理费，但是今年度空间调整，备用室和无人银行变经做贩卖店，纳入收租金的范围，毋是恶意要起租金，为着要提高出租率，嘛以通报方式出租，只是出租率低情形，就连捷运外口的店家嘛明显感受到，亲像捷运红线的3道相款，中央公园站外口的中山道嘛出现沿路袂少店面咧燧人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只牛要剥双领皮，拍算要对中国游客身躯顶自头趁到尾的保德利集团，不伫家人渔村买地，而且要求当地居民爱挺住兴地，因为因要起一个度假型的饭店。不过，即马中国旅客是无法来台湾，保德利也拍算要来转型，要甲土地卖掉。当地居民听到是规个公面，
也批评讲，拢已经要灭村啊，才无要来起饭店，有影是真恶质。讲你若还未拆吼，叫我搁拍石灰，伊讲好啊。家人的渔民修剪拍打的石灰，虽然伫望海航渔船内面都地心近60外吨，但是其实已经搬走1吨左右。这是趁好天，含新地主宝地利集团借场地做工课。私人的地啦，啊尾私人的地卖人，毋过私人的地影像阮拢家己租，拢有租金，我拢家己租啊。尾个佫卖成功的啊，啊成功佫卖利益啊，也是迄个报道利的啊。伊就卖了尔，无几个月就甲阮告啊，叫阮拆私营地啊。伫家人800多的望海航渔船，资本大40户左右的居民，但是因为无土地所有权，早年拢是甲私人地主来造地起厝。民国103年，以宝地利集团为主的开发商，甲土地买落来，打算开发做度假饭店，嘛对居民提供拆厝型地。但是因为即马中国客减少真济，宝地利打算要转型，无要起啊。最近透过中人找找新的地主，但是这嘛，互居民唔敢相信，一直讲当地已经等于灭村同款。阮遮规庄仔头拢讲去用灭村啊，恶质啊！甲阮拆了了，阮规庄仔头拢好好，甲阮拆了了，大家拢一个人一路去。大饭店也要动辄几十亿的资金压在上面哦，那个属于重资产。成本会压资金太大，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就把它卖掉，那可以顺便把公司的一些银行的借款负债还掉，就算现在寒冬的话，也比较能够没有压力嘛。宝地利集团表示，当初是甲4笔土地买落来，总共5000多平，后来有和居民和解，给付拆厝型地费用。居民指出，其实部分诉讼伫咧二审因是拍赢的，后来宝地利提出1平5万块的和解金，有的人反倒讲官司继续拍落去未收煞，只好点头答应。即马土地搁再转手，虽然真后悔，但是嘛无可奈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看好景。南韩政府对25开始展开了2天的独岛防卫作战演习，一日本奉叫做德岛的独岛，一直拢是日韩主权争议的岛屿。南韩这摆演习也引起日本政府抗议。直升机到达接近天气坪，清朝军号的士兵顺着索啊流落来。南韩25号开始展开2天的独岛防卫作战演习，出动3军加海洋警察才的军警，演习人数是比去年阁增加1倍。这届军事演习，南韩阁头一摆动员7600吨级的西装大王号新屯舰，加入周围海峡的演习，和海军陆战队坐直升机登陆独岛。在日本合作德岛的独岛，一向是日本甲南韩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这摆演习嘛引发着日本政府的抗议。韩联社报道，这个演习本来预估伫6月举行，所因为南韩政府考虑到日本的关系，决定延期。不过，伫日本政府甲南韩政府因为丁用工甲出口限制这问题关系恶化了后，宣布恢复独岛演习。这嘛，互外界看作是南韩伫放弃与苏美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了后，搁一摆祭出牵制日本的第2个行动。另外，嘛分析家指出，因为俄罗斯甲中国军机伫过去几天拢入去南韩的防空识别区，这个演习嘛是为着要牵制两国伫朝鲜半岛周围愈来愈严重的军事行动。记者陈世彤报道。伫比利时有一个乡镇号做阿斯，伫25时阵举行着传统节庆巨人游行，也这场活动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其中有一个角色号做野蛮人，也引起了种族歧视的争议。带着皮管鱼狗，也佮有真大条的花链甲帽仔，不时大声喊，互群众惊到。比利时小镇阿定每年8月第4个礼拜日，拢会举办传统节庆巨人游行，其中角色野蛮人由白人满乌面扮演，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假面满乌来自美国19世纪趣味的戏剧，由白人来模仿乌人，因为牵涉口水乌人，即阵美国普遍看作是种族歧视的禁忌行为。也搁在比利时加欧洲的前殖民国家，假面满乌依然常常来发生。阿迪游行1873年开始，就假面满乌扮演野蛮人的传统。反歧视被权团体波罗塞尼欧巴批评，这个角色唔那是种族歧视，也是伫俄罗比利时的殖民历史。
Ce personnage a une attitude et un comportement de sauvage, il crie sur les gens, il fait peur aux enfants et il donne une image dégradée des personnes noires. Et c'est encore plus grave quand c'est par rapport aux enfants. Il y a des enfants, j'ai une amie noire qui habite à Hatt. 不过阿迪店长布鲁诺却是认为，亚凡人是小镇民众值得骄傲的历史资产。 Ce sont surtout des gens de l'extérieur qui parlent de racisme et de négrophobie. À Hatt, on n'a jamais vu le sauvage comme un personnage raciste. Je trouve que c'est notre folklore, notre tradition, et je suis pour. Voilà, c'est tout ce que je vous dirai aujourd'hu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5年将阿迪的古林游行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传统习俗。英国布鲁塞尼欧巴认为，亚凡人的角色违背文化遗产意义，请愿将古林游行移出名单，英国也无得到官方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在世界上上界大的岛屿 Greenland， 大约是3/4拢伫北极khu内。NASA 科学家也到这来做研究。 发现讲，暖化海水完全甲冰川包掉了。这个热天氧气冰是有史以来上界多，也因为今年是伤过热，就算到冬天，规冰川要恢复有影真困难。甲想讲爱探测器放入去，沉落去海底了，甲海洋温度的数据传回来。NASA 科学家组成的海洋氧气格陵兰小组，暂时开始伫格陵兰进行探测活动，发现暖化海水完全甲冰川包掉了。预计8月结束的时阵，格陵兰岛的总洋冰量会达到4400亿吨，会当造成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甲希腊淹水35公分。 A lot of people think of the ice here as melting from the air warming, sort of like an ice cube under a hairdryer. But in fact, the oceans are also eating away at the ice's edges. 过去格陵兰当年热浪平均的油冰量超是2700度，今年预计会是平均的1.6倍。而且过去格陵兰冰站拢会伫寒冷的时阵重新结冰恢复。啊，不过科学家预测，今年因为受到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佮加上热浪，科学家认为格陵兰冰原到寒天拢真歹恢复。 How ocean temperature variations will affect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in the future. And so the data we're collecting are super valuable because they're allowing u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to quantitatively relate ocean temperature changes with the melting of the ice sheet. 格陵兰岛差不多3/4拢伫北极圈内底，面积差不多是美国的1/4，是世界上大的岛屿。矿产的资源是真丰富，战略的位嘛真重要。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佮表示讲想要买落来，不过去互丹麦政府，佮格陵兰自治政府来拒绝。NASA 研究团体连续到2016年开始，当年热人拢伫咧格陵兰观察，因伫格陵兰的小船库鲁苏克来设基地，用探测器来量海水温度是安怎来影响到格陵兰的冰层氧气。不过今年洋冰的状况伤严重，根据 CNN 报道，8月7日迄天，洋冰量达到125亿吨，破7月31日迄天的110亿吨的纪录。科学家预测，若是照目前洋冰的速度继续落去，2100年就造成海平面悬1.2公尺。若是格陵兰的冰层全部扬起，全世界海平面会悬7公尺。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科技大学读电脑工程系省内大学生，顶个月去到美国读册，想袂到8月19开学迄天，人是规个拍无去。毋但家属甲北科大找无伊以外，在美国的大学也联络袂到伊，当地警方也开始伫咧找人。咱外交部也当咧协助相关的部门来帮忙。今年21岁台湾学生赖同学到美国去读册，团失失去联络。原本计划在澳门大学展开2年的交换生活，无想到8月19开学头一天就无来上课，也无看人。澳门台湾同学会向警方报案，也去大所在看卖，个人行李拢也伫的，也毋过人却是无消无息。手机时阵是关机中。戴同学他个人物品都还在学校宿舍，好，那就手机好没有发现。那美国账户目前没有任何的异状提领状况。当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找人，媒体也报道这件代志。台北科大电脑工程系主任接受访问讲，赖同学伫学校表现真好，经过申请参加3+2双联学位交换计划，更加是北科大唯一到澳门读册学生。7月24日，厝内底人陪同他到美国阿拉巴马州伫外口租厝，原本是有人甲伊斗阵住一间，不过后来搬离开。离到8月17日，甲厝内底人联络也无过样。
第二天提出几个现金到餐厅去食饭，画面互监视器翕到，可是伊失去联络进程最后的身影。23号是我们驻亚特兰办事处他们那边接获到了当地的相关的这个侨团以及这个我们的相关的那个学校通知，那第一时间就来联系警方来协助。罗东学下落不明，家属真着急，决定甲系上的教授李白去美国找人。对此，外交部讲继续甲家属密切联络，也请咱驻亚特兰大办事处透过当地侨社赶紧到找人，希望能尽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一经美国维护台湾战机，中国政府是丢卡登地，随后伫美军的第7舰队官方的面册也写着美国军舰力完好，在23时阵通过台湾海峡，也佫有相片看出来。但国防部也强调讲，美国军舰执行着自由航行，国军拢有伫咧掌握证据。学者也认为讲，美艦若是直接来，对中国呛声应势是愈来愈明显。美军登陆舰伫湾河顶边的人透过吊镜监控目标。美国第7舰队真罕见透过官方的面册写出伫湾河第23通过台湾的消息，这嘛是美艦今年以来第7度通过台海。伫湾河是圣安东尼奥级的两栖登陆舰，排水量有25000吨，是美军以威斯康星州立湾号名的第2只军舰。2009年被分配去太平洋舰队，2015年开始执行印太巡演任务。每舰经过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国防部运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全程都能够掌握我国周边海空域基建的状况，期间并没有异状，请国人放心。国防部强调，相关的军事行动拢有掌握，不过因为美国2月批准军售台湾 F-16V 战机，中国政府强烈抗议。美国军舰23度通过台海，学者分析，除了美艦航行台海常态化，这个时间点真敏感，对中国示警的意思嘛更加明显。虽然看起来是个军事行动，但后面所隐藏的，或是美国所刻意释放的政治讯息，其实非常强烈跟明显。那再加上这次行动之前，美国才证实说这 F-16的军购，就像是7月份的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也是在刚好在北京这个公开发布国防报告书。李台中认为，美中不断出问题之下，美国维护伫咧印太地区领导地位的力，确实比过去加强真济。对传出伫湾河通过台海，全程拢互解放军监控。虽然国防部无做回应，不过李台中表示，就亲像咱国防部对美国军舰进行监控，解放军嘛是同款。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千金免厝，万金买着好厝边，不过若无钱，一切拢免讲啊。在今仔日是无触角的落地运动30周年。民间团体也举行记者会，认为台湾的青年长期以来薪水拢真低，而且厝的介绍甲赚的比数是起到15倍，厝税也是超过薪水1/3。讲要来邀请到政党的代表甲青年来对话，且因认真看待青年居住的各项问题。少年人派东怀怀的落地卡，脚步真叮当。落地卡顶悬大班青年散家买厝无希望，代表台湾的青年要买厝无遐简单。无壳瓜牛30年。无壳瓜牛30年。8月6是无卡落地运动30周年。1989年，一阵国小老师号召万人夜宿中校东路，有小市民发起抗议关厝价运动。民团指出，30年后厝价所得比不断升悬，来到15倍，少年人的薪水拢无起，大的问题也更加困难。房价所得比几乎从8倍窜升到15倍，但是薪资还跟1989年几乎是平行的停滞的状况。兵团认为，税厝市场真歹，嘛是少年人当着的问题。29岁医疗先生已经对买厝无抱期待，敢若是税厝的出税钱就超过月薪的1/3。没有到1万块以上是不会有比较好的品质的。从22岁到40岁的18年之间，我们都要租屋，但是却没有个好的价格、好的品质、好的选择。根据内政部统计，2017年全台湾空厝量全国有86万户，双北高雄顶6都就占54万。另外，学生宿舍嘛出问题。国教工会统计，2017年大学生的宿舍缺额有26万，将近5成学生无学生宿舍通住。
民团强调，虽然政府推动社会主体政策，但是关厝价、关厝税钱到宿舍无够，青年居住已经是国安问题，要求政府爱改革房产税制，杜绝炒房地产。当代的青年居住问题视为一个国安的问题，这整个问题会导致台湾整个出生率跟未来的劳动力结构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民团提出厝价合理化、税厝健全化，唔望政府提出具体政策方案。会邀请政党代表公开对话。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若准伫风台甲一个风雨无解大的时阵，拢会走出去踅百货公司，或者是去看电影。不过艺文团队却因为这个电影的场所休馆，所以爱来取消表演。之前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希望讲，风台天的时阵会讲将这个影响降到上低。已经甲其他的场地单位来做讨论，若准停办停过的时阵，就卖随来宣布停演，来看这个气象到底敢会当来表演。若准是会使，艺文团队若是愿意，就派人来协助因完成。灵感来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爱丽丝·梦若的短篇小说《戏出亲爱的人生》，会伫这礼拜6礼拜伫国家戏剧院登场。剧团会当做的是把握时间排练，但是伫咧热天演出，无法度确定的是风台敢会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考量到是不是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因为其实对于团队来讲，如果我们又是自己主办的话，说实在的，票房其实是团队很重要的一块收入。那是关市政府伫咧风台天宣布停办停课，公立的演出场馆一般会关门休馆。日本这部只限来当被迫取消也是延期，但是参像两厅院爱伫咧一当前就要做文场地，一旦停演对剧团来讲损失惨重。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希望风台架对艺文团体影响降到上低，所以已经和学区下3个场馆、2厅院、台中国家歌剧院、话舞院讨论。当政府宣布停办停课的时阵，是不是会当卖随宣布停演？若是迄天下晡和暗时风雨无介大，剧团嘛愿意，就互因照常演出。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百货公司开的 KTV 在唱的，那为什么不能来看表演？那所以我们把它列入在以后租场地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就多一个选择，多一个可能性，让他们有到时候应变的机制存在。暗国剧团认为这个议题真两难，无希望新戏化为乌有，但是嘛是爱考虑到工作人员当天提早排练，敢会伫咧风大雨大的交通路里碰到危险。包含演员以外，还有一些幕后的舞监、一些技术人，他其实很早就必须要来准备。可是说不定可能对观众来讲，晚上看的时间是风平浪静，可是我们要准备要进剧场要工作的期间是风最大、雨最大。但是工会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让这些负责场馆营运工作的人员能够有应有的，就是比如说是加班的津贴。教会认为，若是有影要伫风台天看情形开馆，应该爱给付电影场的员工相对薪水甲交通津贴。文化部回应会尊重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决定，但是观众甲劳工的安全拢爱考虑，建议各表艺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来行事看情形开馆。记者综合报道。自9月初开始，自愿医师会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根据劳动部日前的公告，全国大约有4600名的自愿医师会受到劳基法的保障。不过，学界也认为讲，这个医学的部分是需要临床学习，若准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训练可能会不足。全国大约有4680名自愿医师对9月1号起的纳入劳基法。即阵各大病院才伫甲自愿医师来重新签订合约。严格工会就指着无分科的自愿医师当所讲，有病院伫新签订的契约内底，薪水部分敢若写依照自愿医师薪资管理办法办理，却是无清楚列出给付方式，还好被减少薪水。也有病院惊加付加班费，一下班就加出入卡来刷卡。在劳基法上面的定义是有没有受到这个指挥监督，或者是相关的命令等等的。那非常多的自主学习的活动，其实在劳基法的规范里面它是允许的。锁卡或者是说医院强制你下班，这些都不是劳基法强制规定的。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呼吁医院的管理方，就是在记录工时以及在管理住院医师的上班情形，它必须是更有弹性化。根据劳动部公告，未来自愿医师轮班制每班无超过13点钟。
非轮班制每工正常工时无超过10点钟，每一摆工作连延长工时无超过28点钟，期间应该有短暂休困。总工时上限是每4礼拜320点钟。虽然法令规定，只有私立医疗院所、自医医师，也有公立医疗院所约聘自医医师纳入劳基法，不过全国所有自医医师拢适用工时指引，也同步适用劳基法84条之一的议定工时，也就是俗称责任制。若是病医违规，高学病医评鉴中就被扣点。医界也烦恼，临床学习受工时限制了后，混业不足问题会出现。像家医科可能3年半就可以了，可是你如果要去那个整形外科，他们有时候是要5年6年。那你把它工时限缩在这个框架内的时候，3、5年过后，我们就会看得到说，会不会因为工时的限缩而影响到这个住院医师的这个受训的一些品质跟状况。面对各界忧心，卫福部长陈时中发出公开批，医师纳劳基法首要条件就是工时问题，另外一个关键是人力。新制实施了后，也是继续收集病医劳资双方意见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年热天的时阵，拢是一直伫咧落雨。当咧开火灭灶，也就是灶啊，燃火受粉的情形无讲介好。农民也烦恼讲，本地想要用烧光的灭灶会较早出市，到但可能要延后加正常时间的灭灶做火来大出，到时一个计数一定会破。最近大雨直直落，唔但影响到当日采收的农作物，连当日开火的灭灶、燃火受粉的状况嘛无偌好。农民烦恼，借火吹火的灭灶产期有可能会撑着，若是和后续正常产期的灭灶提供做火大出，计数可能会落。今年过年会比往年来得早一些，那产期如果集中的话，那相对压力会比较大。今年热天雨水上高，部分的农民大家啊、忙啊来挡风雨，不过也无法度顾到过果神的状况，一类一类滴滴绿啊的白花，等无通拖来燃火。那枣子如果有灯罩产期的，目前是进入开花结果期，但是这一段时间的下雨量又更大，枣子开花并没有授粉昆虫，而且在下雨的当中，其实花的花芽分化并不好，所以授粉的状况并不好。所以灭灶的生产差不多是9月15到20之间有，然后结果的较无影响。目前大概这1个月就是要拼开花、拼授粉。专家提醒讲，手机若受到风台影响，损伤就要紧加掉。另外，袂使喷5000杯的叶面肥来补充营养。接落来，佮也开花肥，互花开了往各芳，会使增加掉果率。屏东县农业处为着避免灭灶的产期太过集中，会会当高雄农改场建议调整产期的方式。县府也按算要伫8月底推出灭灶的保险，希望互灶农加一层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好景地满满人参味，檳榔瓜当日大出，在婚林轮配南洋社区之间，大家就烧笑讲，要把这个檳榔瓜视作是饮瓜啊，也是拍做瓜仔煲，和中青食堂的老大人加菜，唔那是古早味，而且是满满的人情味。甲梅龙瓜仔破开，乌籽切做一片一片，搁乱盐底互出水。婚林轮配南洋社区的职工手路真熟练，一堆那山1千斤的梅龙瓜仔，真紧就处理好啊。籽烤了后，吼洗清气，落写一块一块，落去底盐，切盐切切，底了打水的时阵，就摕起来温豆油、烧酒，甲这个咱的冰糖甲甘草。你若要食较烂的，就是炖较久。因果梅龙收成了后，农民都会甲拍起来瓜仔，摕来生做饮瓜仔，也是做瓜仔煲。这是真侪人囡仔时代滋味。即摆社区职工斗阵来传这项古早味，做法无同，做出来滋味嘛无共款。做老伙仔食，然后大家煮了足欢喜。落去配饭啦使，你若做到咱得用的这，伊即摆落去煮咸，因为较早的人爱做粗重，留寒使。所以有当时变做讲，互咱摕来搅饭，也是落去配饭，这拢非常的适合。这嘛是会使讲咱客家的一种特色。较早的人生活艰苦，食饭有一个咸就会得过啊。买拢瓜仔煲、饮瓜仔，会当配饭配糜。若是较青草的，袂使炊鱼啊、滚汤。中青食堂的老大人食买拢瓜仔煲甲饮瓜仔，这内底毋若是古早味，嘛是满满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
在新德国的北部，因的老街顶头有真侪古迹。不过，透过在地文书工作者甲居民的打拼，经过9年的奋斗，总算甲列做1级古迹的金光福重新对外开放，也吸引真侪人来遮佚佗。甲大门撒开，2连办下的牌匾吊伫咧壁面顶。新德国固定1级古迹金光福，过去是清代时期开垦大爱地区的一个据点，是官方来主导。落尾则个由河洛甲客家人士合作造成的。伫台湾早期河洛甲客家人士两极斗甲真严重的时阵，会使讲是真罕一块状况。那金的话是代表吉祥的意思啊，那广就是广东客家人，啊，福就是福建，代表闽南人。哦，在道光年间那个年代，其实这2个族群。其实，在台湾各地其实有冲突的，哦，其实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个名字叫械斗，但是在新竹个地方反而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这2个族群是合作的。民国88年发生921大地震，金国会建筑是损害甲真严重。落尾经过紧急修复作业，伫92年完工，建筑到即卖已经有184年的历史。觉得说它蛮忠于原味，就是在那个年代不失它原本的那个味道。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这种很古色古香的这一种。那种古厝可以说是这个金广福组织在这边设立的一个，刚开始是一个前进指挥所了，好，那后来它在实际运作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开垦的办公室。建筑内底嘛有保留真侪早期的文物，譬如讲当初是抗战的100年前图啊，古早眠床等等，互民众来到遮会当做伙来见证历史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5开始咯。头一天也甲主题放伫台语文化复兴、传承甲未来发展，有袂少伫美国的台湾人甲少年朋友拢去参加。文化部长陈丽君也特别录影片祝福活动顺利，也期待台语文化传承会当一代过一代。讲台语，我爱你。由台湾罗马语协会所主办的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5号的洛杉矶举行。头一天早起主要的内容是台语文化的复兴，除了有真侪住伫美国的台湾人参加，嘛有袂少的少年人做伙参与。就连文化部长陈丽君，拢专工录影支持甲鼓励。我是文化部长陈丽君，非常欢喜知影有遮尔侪朋友来到美国参加。台湾罗马里协会所主办的世界台语文化营，语言的传承甲发展是咱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需要每一个人共同来推动。丽君伫遮要感谢咱各位前辈过去长期的拍拼，咱嘛盼望未来咱共同继续推动母语文化的发展。在这个政府遮支持的情形之下，咱安怎透过个人的力量，安怎透过团体的力量，互本地唔是台语人的人，变做是台语人，互更较愈来愈侪社会大众会当这个进入台语的世界，会当开始讲台语安尼。活动进行到下晡，主题是讲台语的传承甲发展。营总干事何信涵点出，台语若无少年人来投入，未来台语的传承恐惊会出现愈大的断层。咱若无少年人补起来，20年后啊吼，就变成讲敢若60岁以上的人会晓讲台语，安尼这是足大的危机啦。伊遮的人拍拼足久啊，结果咱的少年一辈无人去继续甲传承，继续甲接落来，啊，真紧这个语言都无去啊。刷落来，活动第2天，美国时间8月26号，要针对台语文学甲表演艺术的台语创作进行讨论，互大家会当了解到台语文化的另外一种面容。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51岁歌手罗马阿迪，伫艺界走跳27档，总算是摕到第30届金曲奖的台语歌王。罗马阿迪也因为着伊上介敬爱阿母离开歌坛真侪年，在今日暗时9点，台湾新港界文化新台湾，做伙来看罗马阿迪伊的故事。2019年6月29日，第30届金曲奖伫台北举行。伫这一暝，诞生一位新歌王罗马阿迪。出道27年的罗马阿迪，捌离开歌坛10多年的时间，会搁转来台北发唱片，有一段特别的故事。阮老母过身以后，其实我无想要转去啊，是有一天
是讲一个查某囡仔来找我，恁老母讲叫我甲你讲吼，讲你足有才华，你足有才情的，啊伊无希望你真一世人真大哩照，伊希望你会使阁转去台北继续唱歌。真无简单，决定转来歌坛，嘛是需要门路。当时拄到互伊歌声深深感动的经纪公司副总，决定将伊签落来。给自己50岁的备忘录，然后有温柔的暴动，有这些，还有曾经我想要一了百了，这些就是一定是到他这样的年纪，然后这样子的回顾过往的人生，然后或者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期许，你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歌曲产生。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用人生去累积来的音乐，它真的是很难得。已经行完人生的顶半场，罗马阿迪用歌来记录生活，写出属于伊家己的人生故事，嘛成功摕下第3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变成邛金的歌王。记者杨淑晴、林坤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为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北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罗西亚看因的烟花节，也感谢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